咁啊睇110喎，小米喎，見到佢股價咧，哇升翻去個頂線咯喎，咁啊因為咧星期四有發佈會喎，咁同埋咧你見到佢出咩3納米喎，聲稱啊，之前講過原來，哇佢唔係自己做喎，冇可能做到啦，係咪3納米嘅晶片？冇可能做到。美國個科技嘅禁制咧，唔好講話你嘅晶片啊，而家連佢供應嗰啲儀器啊，甚至乎咧嗰啲曝光嘅嗰啲 powder，因為你一定要啲咁嘅粉末去將佢曝光，即係好似以前曬菲林咁樣咧，有啲 powder 俾佢曝光，連啲粉末設備都完全都禁止咗嚟，咁所以你冇可能做得到嘅。但係你可以設計啊嘛，譬如話我而家設計，我想設計一條橋由呢個地球搭到去月亮嘅，咁啊你設計一定設計得到㗎，做唔做到咧？咁啊第二個問題啊嘛，咁啊小米設計冇乜難度嘅。當佢呢一份嘅設計交咗俾下一個手做咧，一定就唔係中國嘅公司啊，一定係外國嘅公司啦。咁啊今時今日依佢又升翻多少少喎，咁可能咧就同佢呢個咧小米 YU7呢個發佈會咧有關啦嚇。小米 YU7咧第一款嘅 SUV 咧就係即將公布㗎啦。咁啊加上就係話6月尾嘅時間佢嘅新廠落成啦，咁對於佢呢個 YU7呢方面交付量咧係有一定嘅保證嘅。